三，跟住呢個第四，高啲嘅
我打籃球。英打 A 定係佢哋公主飛機？先咩打啲唔識打，啱啱退休。因為我打完之後咧，我打跟住就轉。我咧就應該係11年轉，而家係慢慢開始。唔係啊，佢而家啲係唔合格嗰啲，因為你自己咁如果你走去教會你排馬位，醫館啊灣仔都冇人。我就睇到啲人話。我都中埋，嗰度直播俾打。
東發盧兆忠請晒黃頭馬到930區，東發盧兆忠。
你有睇即係睇呢個水2015全港公開冰球團體錦標賽各組決賽現在進行。首先係男子丙組決賽，英華 A 月球會 A 13號打比賽，英華 A 月球會 A 13號打比賽。男子乙組決賽，冰泳 A 展藝華星18號打比賽，冰泳 A 展藝華星18號打比賽。男子甲組決賽，籃球會 A 香港體育 A 21號打比賽，籃球會 A 香港體育 A 21號打比賽。你有成績就得啦，發咗嗰張。打唔到直接啦，嗰個林順係打精啲。我都教佢啦，唔可以佢哋。我都教佢啦。你初學新一個就幾歲嗰時，咁教你咁。後尾我教，冇嘅落去，跟阿葉繼添教嘅。啲同學仔點解攞到幾多分？咁啊，梗係幾分啦，高一分啦。啲同學傑仔仔，梗係大家輸啦！傑仔都8分。大家唔夠。